為項目要保育傳承，可以點樣做呢？經緯線今晚7點半。各位早晨，睇一節風暴消息。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生效，天文台將會喺朝早7點10分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朝早7點，颱風紅霞集結喺香港天文台之東北大約8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廣東內陸。紅霞正係穩定咁向西北方向移動，喺本港東北80公里左右掠過。本港現時多處吹烈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暴風，同紅霞相關嘅狂風大驟雨正係影響本港。新界東部喺過去1-2個鐘頭錄得超過40毫米雨量。我哋記者梁潔瑩而家就係堅尼地城 Grace 天文台啦，就嚟改發8號信號。咁你嗰邊呢個風勢有冇減弱到啊？咁我而家呢邊呢嗰個風勢同雨勢咧，對比翻1個鐘之前橫風橫雨咧，係有明顯嘅減弱㗎。咁間唔中咧都會有一陣嘅強風吹埋嚟啦。咁而家咧都係繼續落住雨嘅，不過對比翻頭先嘅情況咧，就好明顯係細雨咗好多啊。咁我哋咧而家天光之後咧，都可以見到咧係海邊嘅呢一個能見度咧係上升咗㗎。咁我哋可以相對比較清晰咧，咁見到咧對面岸啦。咁而家咧係停泊咗一啲嘅船喺岸邊啦，咁同埋海邊咧嗰度都係會泛起一啲嘅白頭浪啦。咁而家嗰個浪花咧都係會比較頻密啲啦。咁喺強風吹襲咧，我都可以見到岸邊咧都係地面散落咗唔少嘅雜物啦，包括係樹枝啊、玻璃碎、膠袋等等啦。咁另外咧，而家雖然咧就係個雨勢風勢咧係減弱咗啦，咁但係咧岸邊咧依然咧不時都係會有啲大浪湧上嚟啦。咁個高度咧都係最高咧係可以去到燈柱咁高㗎。咁所以都提醒大家咧，記得盡量遠離翻岸邊。咁而家現場咧，我哋不時間唔中都會見到咧有一啲嘅消防車啦，同埋警車咧都會喺度巡邏戒備。咁我哋現場情況呢，先睇到，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啊，唔該晒你。颱風襲港期間，當局至今收到27宗冧樹報告，2個人受傷送院。劉善彤報導。凌晨過後，堅尼地城海旁風力增強，海浪不斷拍打岸邊，海水倒灌湧上馬路，出現水浸。杏花邨就一早做好防風準備，水浸黑點停車場10室9空，多個車主趁風嚟襲之前駛走外車。有住喺呢一度嘅中學生9號信號期間冒風雨落樓，諗住即係落去7-11買啲嘢食，咁見個風冇咁大，咁咪出嚟睇下咯。我唔覺得應該打到9號咯。你話啲風冇力嘅，淨係得啲雨喺度落。之前我冇落嚟㗎，我見今次咁細風就出嚟睇下咁咯。杏花邨岸邊嘅呢個位置呢，一向都係比較當風嘅，而康文署架設嘅擋水板呢，高度呢係去到接近我嘅心口咁高，用嚟抵擋一啲拍打埋岸邊嘅湧浪。對岸嘅尖沙咀就不時落起大雨，冇帶遮，唯有跑快2步。8號信號生效前，尖沙咀海旁人頭湧湧，吹到頭髮亂咗，都無阻旅客欣賞維港夜景嘅興致。探索黑夜之城嘅觀光巴士繼續大排長龍，有嚟香港做嘢嘅內地人話打風冇影響心情。我帶我朋友在太平山頂的時候，風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是感覺到了的，是一種另外的體驗吧。香港的防台做得很好，都已經警示我們了。我們收到的簡訊上，還有酒店的提醒的電話。呢一度呢，其實呢每年打風呢都係熱點嚟㗎嘛，咁我哋第一年出嚟。係啦 ，feel 下個風咯，大家放假咁樣咯。諗住經歷呢個打風都打唔甩嘅狀態。而日間3號強風信號生效期間，長沙灣有工廈外牆嘅棚架連棚網倒冧，事件中冇人受傷。now 跳記者劉善彤報道。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校停課。
教育局話，由於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所有日校包括中學、小學、特殊學校、幼稚園同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今日停課，夜校上課安排將會喺稍後公佈。醫管局宣布，轄下所有家庭醫學診所暫停服務，公立醫院急症室維持正常服務。社署轄下所有福利服務單位、小學生課餘託管服務嘅單位以及長者服務中心將唔會開放。當中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取消之後，並喺天氣同情況許可下，將會喺2個鐘頭之內恢復正常服務。入境處轄下各生死及婚姻登記處同樣暫停服務。受到颱風紅霞影響，多項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有限度服務。9號信號下，港鐵露天段列車服務暫停，輕鐵同港鐵巴士亦都停駛。並預計喺改發8號信號之後，需要較長時間檢查同埋搶修，之後逐步恢復露天段服務。而其餘大部分路線維持15分鐘一班車。何文田來往鑽石山就18分鐘一班車，而內地鐵路單位亦都通報，下晝4點之前，所有來往西九龍站嘅高鐵班次取消。巴士方面，九巴同龍運所有日間路線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城巴 B7 同 S1 號線7點半起恢復有限度服務，其他日間路線維持暫停，直至到另行通告。內地中央氣象台表示，紅霞凌晨以強颱風姿態登陸惠州嘅時候，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到14級，係近10年登陸珠江口以東嘅最強颱風。深圳同汕頭等地喺紅霞吹襲之前，疏散危險地區嘅民眾去到避難中心。中央氣象台表示，紅霞係喺凌晨3點50分喺惠州市惠東縣平海鎮登陸。登陸嘅時候，最大風力達到14級，相當於每小時大約162公里。睇其他消息。投資推廣署今年上半年引入413間企業落戶香港。署長劉凱旋接受本台訪問，話會配合政府政策，邀請企業喺北部都會區發展。當中黃金業界有興趣建立精煉廠。羅詠詩報導。政府以片區模式發展北都，第一幅洪水橋廈村片區11公頃嘅用地，接獲2份由發展商同企業組成嘅標書，目標喺8月底批出。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喺本台節目《大明大放》話，招商引資嘅時候會推薦喺北都落戶，而隨住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試營運，據佢了解，有黃金交易商話有興趣進駐，甚至建立精煉廠。正好咧，金呢個清算咧就融合埋我哋而家啱啱推北都發展啦，因為佢哋好需要地去擺一啲金嘅倉啦，或者甚至有一啲最後個階段嗰個煉金廠啦。初步知道咧，即係呢啲有興趣嘅金商有冇話係幾多間咧？有數間啦，我哋傾緊嚇。咁例如有一間我哋幫咗間瑞士嘅一間叫 MKF PAM 嘅公司啦，佢以前咧喺美國咧係經 Costco 超市買好多金條嘅喎，你真係諗唔到零售都會咁。我哋幫助佢嚟香港係開咗地區總部啦。咁佢哋都會研究進一步嘅發展。如果你話北都係需要佢哋要起一個產業園區啊，或者起自己嘅嘢都可能需要2-3年啦。咁所以過渡期間嘅話，都希望佢落咗無論係科學園或者係市中心其他嘅地方先嘅。投資推廣署今年上半年引入咗413間企業落戶，較同期多9%。當中內地企業佔60%，嚟自英美法3國嘅企業就夾埋大約有50間，主要係生命健康科技同綠色環保等企業。
個英國啊、日本啊、新加坡咧都係有上升嘅。呢個係受惠於我哋國家而家非常支持內地企業出海啦，我哋嘅資金自由流動啦，我哋嘅法律同埋語言體系亦都可以對接翻國際啦，呢個好關鍵嘅。另外嘅話咧，而家內地有句講法就係話不出海就出局，咁但係我都提醒佢哋，你亂出海咧就會出事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利用好香港一個作為一個風氣管理中心、一個金融中心嘅平台。劉凱旋又話：目前投放更多資源吸引一帶一路同全球南方市場，同時會精準對接歐美傳統市場等企業引進來走出去，有信心可以達到今明兩年協助最少1200間企業落戶嘅施政報告 KPI。Now TV 記者劉永思報導。劉凱旋嘅足本訪問會喺唔同頻道播出。我哋嘅記者梁潔瑩而家就係堅尼地城 Grace 啱啱天文台啦就改發咗8號信號啦，你嗰邊個風勢最新個情況係點啊？咁雖然咧天文台啱啱咧改發咗8號信號啊，咁呢邊嗰個風勢咧係有減弱到，不過咧雨勢咧就比頭先咧我哋嗰度傾偈嘅時候咧再大咗一啲啊。咁而家雖然咧係改發咗較低嘅信號啦，咁但係岸邊嘅天氣咧依然係唔穩定㗎。咁間唔中咧都係一時落雨啦，一時咧就大雨咁樣。咁好似而家咧就係依然咧都係有啲狂風暴雨咁樣㗎。咁我哋可以睇埋岸邊嘅情況咧，咁可以見到咧而家天光之後咧嗰個海面嘅能見度咧係上升咗啦，見到海面咧都係翻起一啲嘅白頭浪啦，咁個浪花咧都係比較頻密一啲。咁另外咧呢一邊岸邊咧都係會比較大浪一啲啦，咁但係嗰個浪花掀起嘅高度咧對比翻我哋頭先天光之前咧係會高度係去一支燈柱啦，咁而家嗰個浪花咧係有明顯係細一啲，咁最高咧都係去到跨過啲欄杆咁樣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天光之後咧亦都多咗一啲嘅市民啦係出嚟咧就係去追風啦，出嚟係散步咁樣嘅。咁而家現場咧不時都係會繼續啦，係有一啲嘅消防車同警車咧喺度巡邏戒備。咁但係咧岸邊咧呢度嘅情況咧都係天氣比較唔穩定啦，咁所以都提醒翻大家咧都係盡量咧係遠離翻岸邊。咁我哋現場情況先睇到，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再次唔該晒你，風暴消息睇到呢度。